继续来看年底桃园市长的选战，民进党是征调到新竹市长林志坚来参选。新竹市长的部分要让现任的副市长沈惠虹来选。也毋过，这款的铺排引发到民进党内甲外界的质疑，警体林志坚是老炮的市长，讲安尼是要安怎兼顾到桃园甲新竹的选情呢？尤其是新竹市的代理市长，阁要叫车来接手呢，这拢是难题甲考验。国民党的参选人张善政面对林志坚这个对手，讲有朋友甲提醒，讲要小心国家的家气。张善政是甲林志坚来化话，希望两个人会当来一场君子之争。民进党选对会拜六通过林志坚参选桃园市长，21位党籍市议员拢相挺。不过消息一出，党内共款有议员选的前立委陈宝清批评林志坚空港国落跑。有关于林志坚绕跑到桃园市来参选市长，我们知道韩国瑜的绕跑造成全民的公愤，那么林志坚的作为，我们就交给桃园市跟新竹市的市民来做最后的裁决。对手张善政发表自称的长文，表示连赢的朋友甲提醒爱说字有国家机器，不过强调袂攻击林志坚，敢若毋望君子之争。他自己的选择，他自己要面对，选民也会有自己的选择。我觉得会花时间，但是现在都在渐入佳境，我不担心。张善政户口会刷去龙潭，林志坚嘛伫7月底进前甲户口刷去桃园。等相关的工作都告一段落，我会提出辞呈。那当我辞职之后，我的户籍当然就会迁到桃园市。我一定会辞职参选，那这个是我的决心。既然我做了参选新竹市长的一个决定，我就一定义无反顾。那等到市长恢复健康，回来上班，我就会开始进行辞职的一个行政流程。市长、副市长拢咧无闲准备年底大选，新竹市的代理市长会交互谁来接手？该安怎消除外界质疑落跑的声音，嘛变做林志坚伫现阶段上大的课题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